好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TC Sir 啊。頭先錄完個直播之後咧，仲有一隻股票咧係有啲跟進嘅，就係9618京東集團。對住我自己啲群組啦 fans 咧，咁我就想講多少少關於呢隻9618啦。其實咧，佢除咗喺一個下降楔形嘅軌道搞咗咁耐之後咧，足足成年之後咧，咁嚟緊咧我自己睇啦。嗱，如果短期嚟講咧，佢肯突破120蚊呢個位嘅話咧，其實咧係有值博率嘅。而如果佢真係突破到120蚊，即係打破咗呢個下降楔形啦嘅一個阻力位嘅話咧，咁我自己睇法上咧，佢係有機會衝多50蚊，去到170蚊呢個位置。咁我希望即係如果真係京東咧，可以真係屬於一個價殘，然之後屬於一啲大戶依家北水啊，或者外資基金咧會係青睞翻嘅股票嘅話咧，咁我自己睇咧87蚊咧會係一個目標價，希望係發生到啦。因為我見到動能指標有少少改善啦，同埋啲資金流嚟講冇之前咁差，咁希望真係京東嚟緊馬年嘅時候咧，可以成為第一隻撈底股，可以彈到去170蚊，好冇？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Anna。揾唔到人同你一齊交流投資心得，又想直接同專家主持互動 ，AA Stock 推出嘅 AACat 貓達人金融等你可以同時社交同埋投資。AACat 手機應用程式提供環球財經新聞、即時股票報價、圖表分析，更加可以交易港股、美股、日股、A 股。你哋仲可以透過社群，隨時隨地同主持同埋財經專家互動交流。我亦都會喺 AA Stock 網上直播期間優先向嘉賓發問你哋嘅問題。你仲可以用觀察清單成功收藏你嘅心水股票或者投資產品。大家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下載 AACat 應用程式。登記嘅時候輸入我嘅推薦碼，可以獲取額外嘅 Mail 金幣獎賞。我示範一次點樣加入社群，只需要撳我的頁面，再撳商店，將心儀嘅社群加入換領車，然後撳右上角嘅換領車免費兌換，完成換領程序。再撳右下角交流頁面，就可以見到啱啱加入嘅社群。即刻 scan QR code 同我哋一齊交流啦！